这是……这怎么有个人啊？哇，这么深的伤口，这得赶紧报官呀！不行，一报官，我偷跑出来练功的事情就会败露。唉，人已至死，还是入土为安吧。哎呦，大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专门给您办的银龟盛宴呐。老一个圣旨都在前厅候了您一天了，二小姐还专门打来了真七野味，给你的盛宴添彩。需要静养。你让二叔取消银龟宴，待我接下圣旨即可。告知父亲和亲微不要来谈。这那……还有，完事你和二叔立刻来见我。遵命。哇，好香啊！只是闻一闻就如此神清气爽，这不会是一枚丹药吧？我记得方家子弟练武之时也会服用一些丹药，增进修为，固体培元。如果我吞下它，会不会也能快速提高呢？哎，算了，拿尸体上的东西实在有损阴德，还是还给他吧。这是